年尾咯，人力银行调查哦，今年年尾奖金上侪行业是金融、保险佮会计统计业，平均有3个月。佮来是运输佮物流，嘛有2.4个月哦。也毋过传播佮公关广告只有0.4个月。另外，今年房地产无啥买起，外界认为房仲业的年尾奖金哦，恐惊影响真大。 又搁是食尾个大鬼，除了看演出，互人上期睇的，就是发年尾奖金，看头家敢有拍手，邀民众规气家己做头家，加做几份外劳啊，为家己赚年尾奖金。可能跟政治比较大的落差应该是年终，但是我觉得啊，这件事情是可以找高于市场行情的工作去弹性的工作去处理的。往年的话呢，我们大概这个案件大概都可以成交到30几，然后今年的话。 衰退大概2、3成，大概有20几场。根据97网的调查，今年年尾奖金的基数平均达去年大约1.39个月，今年1.44个月，比去年加1.5天，创17年来上悬。观察各行业的年尾奖金，今年奖金上悬的行业是金融、保险、会计统计业，大约有3个月。 运输、物流仓储业2.44个月，科技资讯业也有2.25个月。不过大众传播、公关广告业今年年尾奖金可能干那0.4个月，文教保教业0.53个月，农业渔牧矿、环保生态业是0.78个月。 房仲业啦，我觉得可能今年会比较忧心，就是说年终奖金数字的部分会有腰斩的一个情况，甚至这种小品牌的一些房仲品牌或者是比较财力吃紧的建商，可能会发不出这个年终奖金。股票这个部分，他们的投资获利是很大的，债券市场也慢慢比较回稳下来，这个都是让这些银行业、金融业他们的获利可以增加的一个原因。 学者指出，按算今年的年尾奖金发放，包含金融业甲电子业拢会真好，但是明年电子业恐怕面对今年基期真悬的挑战。也若毋是电子产业的，也是毋是 AI 产业的，也要注意中国削价倾销的问题，才当量早应用产业的冲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